妹，你叫咩名啊？我叫羅珍珍，咁你今年幾多歲咧？今年12歲，你屋企住邊噶？嗰度咯 ，A 座12樓。唔該你，妹妹。哇，乜原來已經咁晏噶啦？係啊，唔經唔覺你都做咗成個鐘訪問。咁不如走啦。好啊，翻去打 online game 先，今晚一定要過關。走啦走啦。你哋頭先一個二個咁唔小心嘅，知唔知咁樣做好危險噶？吓？你講咩啊？點解我唔明嘅？究竟我哋做咗啲咩危險嘢啊？頭先你哋嘅網上活動，又或者接受街頭訪問，都係非常之容易泄露個人私隱噶。我哋係保護私隱大使，每當有人出現泄露個人私隱危機嘅時候，我哋就會出嚟俾個警惕同埋提示佢哋。泄露私隱冇咁易啩？我上網咁有經驗，都未試過出事喎。係咯，頭先嗰位調查員哥哥好 nice 噶喎。我一向都好謹慎，真係諗唔到有咩情況會泄露私隱。好難用三言兩語解釋俾你哋聽。啊，不如咁啊，等我同你哋做個實驗，睇下1個星期之內，你哋可唔可以保護到自己嘅私隱？保護私隱，以次作啦。如果我哋1個禮拜內都冇泄露自己嘅私隱，有冇獎勵先？如果你哋真係做得到嘅話，我會將你哋手頭上嘅電子產品換晒最新嘅型號作為獎勵。不過咁做唔到都有懲罰㗎喎。吓？罰啲咩啊？到時你哋咪知咯。好，一言為定，我哋4個已經達成共識，同意接受挑戰。好，咁你哋而家一齊打開左手手板啦。記住，如果你哋發現手上面嘅引字消失咗，就代表你哋嘅私隱已經外泄啦。家棟，你喺唔喺度啊？喂 ，Kitty 姐姐，你上到嚟就啱啦。我啱啱 download咗隻新 game，可以一齊打喎。仲掛住打機，今次真係俾你激死啦！吓？發生咩事啊？你今次真係出事啦！你啲個人私隱資料俾人放晒上網，俗稱俾人起咗底啊！咩話？冇可能喎！哇，你仲話自己上網好有經驗，乜今次咁唔小心噶？你睇呢個討論區，放晒啲個人資料上去啦，電話、電郵、身高，仲有埋相添。吓？我自己一個普通網友，做咩事起我底啊？你睇下個網民點講，佢話你喺討論區話自己高大威猛，點知虛有其表啊？仲話你男仔之家中意玩公仔喎。你睇下張相，我喺呢個討論區不嬲都係用網絡黑嘢小王子噶。而且明明冇將自己嘅真實資料同相放上去嘅喎，點解啲網友咁有本事炒晒出嚟嘅？你係邊個啊？我咪就係專門破壞人哋私隱嘅黑衣人咯。頭先你所講咁本事嘅網友，就係我啦。吓？莫非你係黑客入侵咗我部電腦？唔使咁複雜啊！我只要1個電郵就可以起清你底啦！你喺討論區、私人網誌、網絡遊戲同社交網站都係用同一個電郵，連網名都相同，要起你底真係話都冇咁易啊！乜電郵係咁重要嘅私隱嚟㗎？1個電郵就可以知咁多嘢？假設你用咗1個電郵喺討論區嗰度做你嘅賬戶名稱，然之後又用同一個電郵去登記你嘅私人網誌、網絡遊戲、社交網站、網上日記等等之類嘅服務，咁我只要喺搜尋器、討論區或者社交網站輸入你嘅電郵，咁我就能夠拼湊出唔同嘅資料。咁你個樣、你嘅喜好、網上活動、你做過嘅嘢、你去過嘅地方，甚至連你屋企有幾多人都好容易知道。
家棟唔好咁灰心啦，一陣仲要去津津個生日會㗎，黑口黑面唔係咁好嘅。雖然我已經改晒所有網上面嘅 account， 但我諗我都唔會在網上面咁活躍啦，直至佢哋全部忘記咗為止。唔好咁啦，反正我哋冇咩做，不如早啲上津津度準備咯。行啦，你行啦。Hello， 羅太。入嚟坐。嗨，乜你哋咁早就上咗嚟嘅？你睇下。吓？點解會咁嘅？你個人質去咗邊啊？唉，唔好提啦。係喎，你個生日會準備成點啊？係咯，我哋早啲上嚟睇有冇嘢幫到手㗎。咦，你好似咩都未準備咁嘅。我諗我要取消個生日會啦。你哋過嚟睇下。我喺呢個社交網站上邊邀請大家嚟參加我嘅生日會，本身就係 private group， 只有特定嘅朋友先會收到邀請。點知無端端就變咗做 public group， 變咗個個都可以參加。哇，真係好誇張喎！你睇下，有成600幾人話會參加。你係咪唔覺意更改嘅私隱設定啊？冇啊，我冇改過啊！我一直都將自己嘅私隱設定為最保密嘅程度，只有最熟嘅朋友先會睇到我嘅資料。但係咁喎，呢個社交網站最近更改咗條款，係會公開更多嘅個人資料，你有冇留意啊？諗下，又好似收過幾次話會更改設定嘅信息，但我望都冇望入邊嘅詳情，就係咁撳同意啊，接受啊，唉，今次慘啦！但係你有冇將個地址放埋上去群組嗰度啊？又係你，專門破壞人哋私隱嘅衰人！其實你唔怪得晒我個噃，係你哋自己唔小心，我先有機會乘虛而入啫。好似津津你咁啊，你咁中意自拍，又成日上載啲相去社交網站同網上相簿。你睇下呢張相，着住校服影，仲要喺屋企門口影，成個號碼都俾你影晒啦。跟住仲要打埋卡，顯示埋你嘅地理位置。咁你話我要知道你地址有咩難度啊？咁等我即刻 delete 晒啲相，同埋更改翻我私隱設定先。冇用噶，其實你擺得上網嘅資料就應該假設全世界都睇到，任何緊要嘅私隱都唔應該放上網。資料一放咗上網，基本上就永遠喺網絡度噶啦。你哋唔好唉聲嘆氣住啦，而家最緊要嘅就係喺群組嗰度宣布今日下晝嘅活動取消，如果唔係你屋企好快就會淪陷噶啦。快啲撳呢度。唔緊要啦，開唔成生日會都有我哋3個陪你慶祝啊嘛。唉，咁而家有咩好做啊？不如打機咯。上討論區同社交網站就話多陷阱啫，打機應該冇問題啦啩。都好喎，你前2日介紹嗰隻 game 好唔好玩噶？邊隻啊？乜我有介紹遊戲俾你玩咩？有啊，我都有收過你個介紹信息喎。我都收到喎。咁快啲 download 一齊玩啦，免費噶，只要 download 嘅時候係咁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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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玩到噶啦。喂，隻遊戲要求我授權俾好多資料佢喎。係咯，又要 GPS 定位、通訊錄名冊，仲要授權俾人發送收費短信。哇，如果係咁 send 短信，咪好貴咯。弊啦，乜我真係 send 咗咁多短信俾大家？為免夜長夢多，我都要即刻 delete 咗個遊戲佢先。太遲啦，我已經用咗你個賬戶發送咗幾千個收費短信。你啲朋友睇完之後，跟住又下載，我賺咗好多錢啊！好，我哋唔好諗咁多啦，一於化悲憤為食量。
津津你今日生日，唔使同我客氣㗎，隨便嗌啊，我請。唔使啦，我呢度有好多張贈券，大家唔使客氣，隨便嗌啦。哇！你邊度拎到咁多贈券㗎？通常啊，都係做完嗰啲電話問卷調查或者填完報紙雜誌嗰啲大抽獎就有獎券送㗎啦。咁你又要俾你屋企地址同埋電話人？其實而家咧，我哋可以用二維碼嚟拎優惠㗎啦，既簡單又方便又安全。對住個曲一掃就搞掂㗎啦，你哋試下。OK 喎。咦，發生咩事啊？我部電話冇晒反應嘅，係咪中毒啊？咦？乜你部電話冇裝到防毒軟件㗎？未啊，我早2日先買㗎咋，未裝啊。咁快啲上網 download 翻個防毒軟件啦。哎呀，可能我部機中毒太深啦，直頭上唔到網啊。會唔會係呢度接收唔好咋？啊，呢間餐廳有 WiFi， 不如用 WiFi 試下啊。上 WiFi 要先登入現有賬戶。弊，又中雞。頭先你掃描嗰個係惡意二維碼，佢可能會偷取電話裏邊嘅私人信息、相片、社交網站或者其他賬戶嘅資料，更加可以散播病毒。仲有啊，頭先你哋用嘅公用 WiFi 都係有問題噶。邊度嚟㗎？呢度咁超現實嘅，係咪發緊夢啊？1個禮拜都未到喎，乜你哋咁快就全軍覆沒啦？私隱姐姐，呢度係邊度嚟㗎？我哋係咪要受罰啦？唔使啦，你哋將自己嘅私隱泄露晒出去，已經係最大嘅懲罰啦。你哋通通都跌入咗呢個陷阱世界，所以我就要嚟呢度救翻你哋出去。咁我哋要點樣做先可以逃離呢個陷阱啊？只要你哋跟我實習完保護私隱7招就可以噶啦。不如我問下你哋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先啦，知唔知道個人私隱係包括咩資料啊？我知，個人資料係指一名可識別在世人士有關嘅資料。日常生活中嘅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地址、性別、年齡同埋職業，仲有薪金、財政狀況、宗教信仰、相片、出世紙號碼、身份證號碼、醫療記錄等等，甚至乎大家平時發表嘅意見都算係噶。好，清楚晒嘅話，我哋就開始啦。嚟啦！小朋友，我哋問卷調查公司想問下你平時多數用邊種交通工具返學㗎？巴士。咁請問你住喺邊座大廈同埋幾多樓呢？同埋可唔可以留埋屋企電話俾我啊？津津，呢啲資料好敏感喎，同埋我懷疑佢過度收集資料。請問你問嚟做乜㗎？做個記錄啫。唔好意思啊，唔係咁方便俾你。喺眾多嘅流動應用程式中，有好多都係假冒或者惡意程式，下載嘅時候要好小心。嗱，呢度有3個唔同價錢嘅 Apps， 你會點揀啊？梗係要俾錢嘅 App 先至有保證，而且越貴就越安全。以後遇到同類型情況嘅時候，就要留意流動應用程式有冇毒，又或者會唔會過度收集個人資料，係同價錢無關㗎。咪住，喺 download 應用程式嘅時候，真係要睇清楚佢收集嘅資料係咪過量啊！好似呢個程式咁，喺你 download 嘅時候，佢就會要求提取你完整嘅網絡存取權。
又會讀取你手機入邊聯絡人嘅資訊，同埋儲存喺裝置入邊嘅內容。如果你睇都唔睇，就係咁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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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話，就好容易將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資料傳送出去噶啦。有啲社交網站嘅流動應用程式會將你手機入邊嘅電話簿又或者相片上載至網站，令到你諗唔到嘅人都會知道你電話號碼，又或者睇到相片，咁樣會掀起私隱外泄嘅危機。一個唔小心，仲會將你朋友嘅電話號碼甚至個人資料，好似相片咁樣散播開去，做咗幫兇啊！順帶一提，通訊錄唔係用嚟放其他資料嘅地方。有啲人會用佢嚟儲存銀行密碼，其實咁樣係好有問題噶，因為好多應用程式都會收取你嘅通訊錄，咁樣你嘅密碼就有機會被公開啦。要保護網上嘅資料，一定要設定密碼。密碼唔應該用太容易估到嘅字眼組成，而且仲要定期更換。千祈唔好所有服務都用晒同一種密碼，仲要加密內容。咁樣黑客即使攻破咗密碼一關，一無所獲。喂，呢度咁得意，不如我哋自拍一幅相做留念咯。唔該，再打埋卡添。有好多人都慣咗喺社交網站公開自己嘅地理位置、行蹤、生日，又或者家庭狀況等等。如果我係賊仔，又知道你哋成家人都去晒旅行，咁就好可能去你哋屋企爆竊噶啦。記住，公開自己行蹤呢個行為，可免則免啦。最後一樣要提醒你哋嘅嘢就係，如果要用公共 WiFi 上網，就只係應該查看資料，例如天氣或者巴士路線咁。而喺冇任何安全措施嘅情況之下，就記住千祈唔好登入任何服務啦，因為惡意嘅 WiFi 熱點會截取手機發放出嚟嘅資料。其實保護私隱唔止呢幾種方法嘅，不過今日就教住你哋咁多先啦，你哋要用心記住啦。唉，以前成日以為自己喺網絡界係屬於博士級，今日先知原來仲停留喺幼稚園嘅級數。係啦，真係冇諗過連最基本嘅保護私隱都做唔到添。我都冇諗過今年嘅生日係咁樣過啦。不過學咗咁多防止私隱外泄嘅方法都唔錯啊。加油話而家最重要就係翻去 delete 晒啲高危資料，同更改翻個私隱設定先啦。行啦。哈哈哈哈哈哈！